上大条镜头来台南，关心台南本土天狗这个疫情，本地是有较降下，不过即马佫出现第二型天狗这个病毒，这甲大流行的第一型是无共款的。根据了解，目前台南有4个去为着第二型病毒的确诊者，因拢有去外县市行大的记录。即马为着要控制疫情，避免两种病毒互相交叉感染，卫生所即马是表示讲，对昨开始非热区会恢复 PCR 检测，嘛会加强消毒。 工作人员提放水，放伫每一间房间，关啊拍开就自动开始喷。因当咧进行喷药啊，原本台南天狗嘅连续5礼拜有较降，不过即摆煞出现第2型天狗嘅病毒，参本咧流行嘅第1型无相像。根据上新嘅统计，规定出现头1例，煞尾加里有3例。卫生局指出，这4例拢有到外县市行打，为了要准确掌握病患感染到什么病毒，今仔日开始恢复非流行疫区爱做 PCR 检测。 后续的清理是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这也不能拒绝，因为毕竟这是现在我们遇到的状况。烦恼加减的只是袂狂妄，啊，政府有要赶斗3工，把这个环境用好，俺当然要配合啊。在第1例出现的时候就不敢轻忽，立即完成该区域强力资清、紧急户内外的化学防治。 卫生局是烦恼交叉感染会变重症，而且因过第2型病毒流行的时阵，重症甲死亡案例比第1型较济。不过新台病院感染科医生认为，最后参个人抗体浓度有关系。大部分都是感染完之后呢，有一段时间刚好抗体这个体内还存有抗体，但是又不足以产生保护力。那这样的一个抗体反而会有时候会造成这个感染者。 这个疾病严重增加，这样。根据气象署资料显示，今年因为圣婴现象，地区目前天气稍热，游玩正适合生网塘。卫生局讲，环境变扫清气，认真防治，才是对付天狗嘅上好的方法。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。